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列王记上卷21章第20节到29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违背。以前小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娱乐的，电视呢也是黑白的，渐渐呢才有这个彩色的。当时当然也没有什么剧可以追了哈。如果有的话，当时候大部分的人他们不是看那个歌仔戏，就是看布袋戏。那当然布袋戏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看。当时候最红的就是黄俊雄的布袋戏《云州大儒侠》，主角是史艳文。这个当中有一个坏蛋，他的名字叫做常进人。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顺我者生，逆我则亡”。基督信仰对于顺服上帝的人，或是违背上帝的人，基本上也有这样的需要面对审判。但是所不同的是，即便是我们违逆了上帝的旨意，仍然有生的机会，只要愿意回转向上帝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，无论是有意或是在无意之间，都会得罪了上帝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有很多时候人们都选择执迷不悟，不肯回转。在旧约列王的历史当中的诸王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，他们都行上帝眼中看为邪恶的事。今天的经文也记载了亚哈王。亚哈见到以利亚就说：“我的冤家，你找到我了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不错，我找到你了。你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上主就对你说，我要降灾祸给你，要除灭你和你家族所有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或是不自由的，都要灭尽。你家要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的家一样，也要像亚细亚的儿子巴沙王家一样，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激怒了我。至于耶洗别，上主说，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，你的亲属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掉，死在郊外的要被飞鸟吃掉。圣经在接续的25节、26节进一步的解释说亚哈王的问题，那就这样说道：没有人像亚哈王那样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这都是由于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善祸。上主曾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亚摩利人赶出这个地方，亚哈却跟亚摩利人一样去拜偶像，犯了最可恶的罪。这样的执迷故意，这样的一个存心违背上帝旨意的人，其实是应当如同23节、24节所说的记载，必须要被处以刑罚，甚至我们说的极刑。
圣经所记载的王后耶洗别将要遇到上帝的刑罚而惨死，因为亚哈王他不但是行恶，更是因为听信了王后的要求，犯了极大的恶、极大的罪，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背离上帝而去拜偶像。不但如此，他们更是杀害众先知，也追杀先知以利亚。这个被处以极刑，这个情形呢，被处以极刑，其实也不为过。但上帝是怜悯慈爱的上帝。前面我们说到，只要愿意回转的人，上帝就必赐下赦免之恩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就是要以这样的爱来对待亚哈王。以利亚说完的话，亚哈就撕裂衣服，脱下来，穿上麻衣。他不吃东西，穿上麻衣睡觉，又颓丧地走来走去。上主就对以利亚先知说：你有没有看见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？因为这样，我不在他活着的日子降灾祸，我要在他儿子执政的时候降灾害给亚哈的家族。马可福音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山上变貌之后下山所发生的事情。变貌山的事，我们在明天的主日信息里面会分享。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门徒们跟耶稣基督谈到了以利亚，也就是提到了耶洗别追杀先知以利亚的事。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，在他还没有复活之前，不要将在山上看到的变貌的事宣扬出去。门徒们就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。但是接续着门徒们就问耶稣基督说，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基督回答，以利亚的确要先来重整一切。然而，圣经上为什么又说人子必须受苦难和被弃绝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的对待他，正如圣经所说的有关他的话。犹太人的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非常尊重先知。特别我们看到亚哈王他受到引诱，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任意的对待先知。对于耶稣基督，他也是一样的。当他们需要救恩的时候，他们就哀求上帝，但是他们却是不谦卑，也不顺服。骄傲的他们宁可违背上帝。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是否我们也容易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忘记了上帝的救恩，而选择远离上帝，违背上帝呢？我们只有坚持在基督里，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，才能够蒙恩得救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？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侯蜂拥而来，
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所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，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的宝座发笑，讥笑这些人的愚蠢。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当中，他们惊惶失措。他说，在锡安我的圣山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，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都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碗统治他们，你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侯们啊，要谨慎；执政者啊，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，俯伏在他的面前。不然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天父拯救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守约，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，跟随上帝的脚步，不远离，不违背，能够继续得到上帝的保守与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